恭喜哦！听说您要当阿公啦。恭喜！听讲你要做阿大嘞。恭喜！听讲你要做阿大嘞。是啊，你看这张相片漂亮吗？哇，实在漂亮啊！两夫妻很登对，长长久久大富贵。嘿啊，唔可能张相片就这样么？啊，实在就这样哦，真紧是两公婆按登对，长长久久太富贵。嘿啊，唔可能张相片就这样么？啊，实在就这样哦，真紧是两公婆按登对，长长久久太富贵。请问今天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请问今晡日有乜嘢愛聽show嘅呢？請問今晡日有乜嘢愛聽show嘅呢？我想要借錢蓋一棟新房子給孩子，今天要來辦理貸款。我想我借錢去一棟新屋搬愛細人，今晡日來辦理貸款。我想我借錢去一棟新屋搬愛細人，今晡日來辦理貸款。那就是抵押權設定。確實如此。人講，假是係抵押權設定，確實係安尼啊。人講，假是係抵押權設定，確實係安尼啊。人講，高山看日頭，矮山看門樓。建房子是很好的事情。高山看日頭，矮山看門樓。是的，起一間屋係一件易歡喜嘅事情。高山看日頭，矮山看門樓。是的，起一間屋係一件易歡喜嘅事情。請問是向銀行借貸，還是向私人借款？請問係向銀行借，還係向私人借？請問係向銀行借，還係向私人借？是向銀行借款。係向銀行借款，係向銀行借款。銀行已經替您將抵押權設定申請書做好了嗎？銀行就替您將抵押權設定申請書做好了嗎？銀行就替您將抵押權設定申請書做好了嗎？哦，做好了，我有準備。做好了，我有準備。做好了，我有準備。我需要與您核對抵押權設定申請書。我需要同核對抵押權設定申請書。我需要同核對抵押權設定申請書。麻煩請您提供身份證和印章。麻煩請拿出身份證同印。麻煩請拿出身份證同印。哦，這些是我準備的證件。好的，請稍等。呢度係我準備嘅證件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呢度係我準備嘅證件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好的，請稍等。您馬上要做阿公了，心情一定很好。馬上要做阿大咧，天足動聽。馬上要做阿大咧，天足動聽。現在小孩都有自己的想法。你們細人做下有自家嘅想法。你們細人做下有自家嘅想法。古人說：“生子身，無生子心”，就是這樣。老古人講：“強子心，無強子心”，是係安尼啦。老古人講：“強子心，無強子心”，是係安尼啦。只要他們開心，我也就開心了。今年那歡喜，那是歡喜嘞。今年那歡喜，那是歡喜嘞。是的，您的小孩很優秀。係啊，一世人當優秀。係啊，一世人當優秀。阿伯，我這邊幫您收件完成。阿爸，我哋行聽小號寫來。阿爸。我哋行聽小號寫來，審核確認後，會通知您來領取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審核確認了後，會通知您來領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審核確認了後，會通知您來領他項權利證明書。
这样手续就完成了。安尼手续是办好嘞，安尼手续是办好嘞。好的，真是谢谢你哦。好，10分落咱远。好，10分落咱远。